知道下营有这个鹅肉啦、蚕桑啦、黑豆啦，后来又有文旦啦，这些希望这些一级生产能够变成3级产业的休闲农业。那通过休区以后，协会会来帮大家整合这些资源，然后来整合行销。又临近这个南科这个那个工业园区，我们会再进一步做比较友善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友善的栽植来做 ESG 的这个推广，争取这个高端的这个课程来这边消费，让一般的人来，不管是在食农教育，还是在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型，也能够让他们知道农业的休闲能够带给大家健康快乐。争取那个休区的通过也已经3、4年了哈。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在地的这些年轻的业者们都相当的用心团结。休闲农业的业者几乎都是有机环保的一个业者所以所推动的各项的那个体验的活动，比如说你手做一些的物品，手做一些的东西是能够让你带回家。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亲近自然，休闲农业是在西北地区能够这样子的推动，能够带给农业的一个更精致化的发展。欢迎全国各地的乡亲朋友们能够来我们下营休区来游玩来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揭牌，掌声响起。庭前休闲农业区正式启用。我们台南市另外一个休闲农区的一个认证通过以及揭牌，就是我们下营营前休闲农区。这个下营物产很丰富，而且这个坦白讲很适合休闲农业的开发，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南的时候一定要来我们下营区来走一走。看到这个休闲农区，我看你就可能荷包大失血，买了很多住得很开心，玩得很愉快。欢迎大家来下营哦。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4月17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推广厝内猫仔宠物登记，市府农业局动保处特别请出观光大赛行仔猫，抢头乡成为全台第一只有登记的虚拟宠物。同时，对4月21开始，前200名开通宠物身份证的主人会当摕号码。以着台南历史为故事起点而设计的行仔猫，伫去年的文博会引起了热潮，成为台南的观光大赛。现在为了推动喵星人宠物的登记，甲着植入晶片，嘛以着行仔猫作为宣传，率先登记，成为全台第一只拥有正式登记的虚拟宠物。我们正式来为我们的行仔猫植入晶片，让它成为具有我们虚拟猫宠物的第一喵。很高兴能够让我们台南的明星猫行仔喵成为全台第一猫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宠物饲养的登记，过去都只有在汪星人，只有在狗狗才做宠物登记但是因为其实养猫的人真的是很多所以只有汪星人可以做宠物登记，可以成为台南市的一份子，喵星人都没有的话，那未免太不公平了。就像只过母亲节没有过父亲节，那爸爸一定不开心。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台南市首开全国之前，在依法的条件下，我们首次展开猫猫的宠物登记。那也希望各位饲主猫猫可以陪伴你，但是如果你做宠物登记的话，比较不会走失；如果不见的话，也比较容易找到。更何况这个其实在身份认同上也可以认同成为台南市的分子，所以有百利无一害。所以欢迎也期待所有的喵星人的饲主也一定要来做宠物登记。市府农业局为推动厝内猫仔宠物登记，甲着植入晶片，现场除了邀请杜哥甲着凯蒂2只吉祥物来代言，现场嘛有喵星人找来2只可爱的毛孩，托比甲着米宝，一现身就吸引全场的眼光。随着国内厝内猫仔的饲养数量哪来哪增加，
为了加速厝内猫仔的跳舞登记，市府动保处将对4月2日开始，加码推出限量的好礼，前200名办理厝内猫仔的登记，并且成功开通跳舞的身份证，将赠送精美的歌带，送完为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秋风墓穴教师专业新中基地17号正式揭牌，基地位伫金华国小的地表正中馆，甲将近40栋的历史建筑，透过后巷建筑改造，定义美感新空间，是全国第一批得到世界研究院300万的补助案例。又开红彩球，台南市的教师专业成长基地伫金华国小启用，教育局长陈新辉甲学校师生、校友代表共同见证这栋正中馆的新使命。过去他的使命啊，包含过去荣誉校友一些前辈来打造了这个正中馆。但是当然，我们刚有讲到产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中间包含周生敏校长，包含天旺校长，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终于把过去的校友再找回来。找回来了以后，我们赶快再重新开董监事会议，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一个产权把它移转回来学校。这当来，这曾经作为图书馆、艺术教室等等，有济师生的成长基地。即马透过世界研究院300万的补助改造，或者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基地，提供学生更优质的学习空间。那我们把它取名叫秋风墓穴。我讲秋风树啊，其实就是茄冬树，因为我们的正中馆旁边刚好有一棵有100年的这个茄冬树。今天的启用呢，也代表我们对于所有的专业的这个教师，尤其是特教的老师，我们能够透过持续性的专业成长让老师的能量提升了之后，对我们特教，尤其是各类的特教孩子，能够提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教育局强调，将致力地发展特教老师的专业培训加资源共享，透过跨领域的学习课程、专业演习加交流。持续精进特殊教育技能，替台南的教育发展开创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出会采访报道。为了提升身心障碍者坐公车的便利，市府交通局特别甲慈光心障协会、台南市佑民视障协进会合作，伫228公园公车候车亭，向身障朋友现场示范智慧单车功能的操作方式，让身障者感觉足踏实。台南市持续推动智慧交通甲无障碍环境，其中所推出智慧单车服务，总线已经突破18万人次。为了让身心障碍或者是坐轮椅的朋友买当体会这项大心的服务，市府交通局甲珠江身障协会、台南市佑民视障协进会合作，特别伫228公园候车亭亲自示范这项全国首创针对等公车所提出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会中嘛实际体验公车司机亲切的服务。和整个坐公车过程安心个大心。有时候公车它开很快，速几个就过你根本没有搭上车或是老大人他行动比较舒缓或者行动不便者比较缓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期招手所以我想呢我们交通局供应处现在能够提供这么一个智慧化的设备APP， 让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很方便来使用。这尤其对我们行动不便者帮助最大来避免说有招手司机没看到过站不停或者是没注意到车子来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透过科技化的方式来解决那尤其对我们身障轮椅朋友来讲他们可能平常比较不方便到路边来拦车的话呢，他们透过这个系统就可以来透过我们的智慧的这个运输的系统跟传输的技术，把要上车的这个讯息传送到司机身旁的这个车机那司机就可以预有心理准备在知道说有轮椅的旅客要上车，要先预做准备或者知道说前一站有人要准备要等车就不会有过站不停的情形。
会长高龙桥对来表示，今年度将河所大台南公车拢有智慧单车的服务以外，嘛提醒市民朋友，智慧单车是属于辅助，所以公车到站的时也是爱记得握手。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市湾展杯甲结合社会福利基金会甲台南在地善心企业，共同捐赠生活用品等物资予弱势家庭。由着公所甲里长作为第一线，实际发送予独居长者、病婴户，甚至是长期照护机构等等。由财团法人台南市乐福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办，结合着议员展杯雅服务处、爱心义工协会。以及真侪台南在地善心企业共同举办的凝聚爱心的力量，共创温暖城市的活动。17号中昼，伫个议员展杯雅的服务处来举办，包括东区公所的主笔林义君，以及侪位的里长、联谊会会长、副会长，拢到场来出席，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这次的爱心不落人后由我们地方做起，那我们谢谢我们招新基金会100万物资来捐赠我们，那我们能够拱手能够一起在这里长做公益，让我们呢我说世界上苦人多了，弱势也蛮多的，那也谢谢他们。那我们今天的宗旨以及我们的记者会，最主要是让我们谢谢基金会，也谢谢也希望里长帮我们传递下去。感谢我们台南在地的热心企业，然后他们在这样子一个经济以及环境相当严峻的时候，可以捐出这么一份又一份的物资，我想代表了可能不只是物资，更是一份又一份的爱心。然后再来也是信任我们乐福基金会长期关注于弱势家庭以及弱势儿少的议题，然后愿意将这些物资透过我们曾培雅服务处，大家一起通力合作，发放给真正需要的。我们的弱势家庭，其实一直以来，曾培雅一直在做中山助童计划。那我们东区算是我们台南市真的非常相对先进、非常进步的一个人文区。可是还是有一些一天我们还是有300多个孩子需要我们的午餐来帮忙。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哦，太阳每一天都会升起，但是总有照不到的角落。我想这样的初衷就是我们要做爱心，然后协同我们所有里长用心的帮物资到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乐福基金会长期关心偏乡的弱势。即届甲着东区议员服务处来合作，有开力，佮在帮助东区的独居长者，甲着病院户。即届捐赠的物资有生活用品的油甲面、沐浴乳等，另外嘛有成人的纸尿布，希望会用帮助弱势家庭减轻负担。展杯雅服务处的执行长欧振豪嘛承诺，未来将持续关心基层民众的生活，将这份爱来传送给每一个需要的家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北门区公所结合三寮湾东龙宫李府千岁圣诞平安宴，共同办理一场杀肉北门宴活动，推出规道的新鲜美味、介绍实惠的料理，并开放40道，让民众伫网络顶报名，希望推广北门区的杀肉鱼产业文化。道顶这一道道新鲜的海味料理，就是公所甲东龙宫共同办理的杀肉北门宴的菜色。以北门特产杀肉鱼为主料材料，搭配本地特产海鲜，推出丰盛澎湃道菜料理，包含海鲜冷盘、海产羹、鳗鱼米糕、煎鱼柳、三杯三鲜、鱼柳手卷、菜龟蛤蟆、龙胆火锅等10道美味佳肴，而且介绍超优惠，一道只要4000块。结合三寮湾东龙宫李府千岁圣诞平安宴来办这个四目北门宴的这个活动啊，因为咱三寮湾董事会因拢有一个想法，每一档的平安宴拢是同款的物件，啊，是毋是咱会当来结合咱在地的料理，咱的农特产品，互伊入菜，啊，互大家来熟悉咱北门这个所在，所以伊有因的这个想法，
公所甲风管处做伙来斗相共，然后来推出这个四目北门宴。那希望会当透过无同款的方式，互咱大家人会当来了解阮板门的宗教文化、甲板门的农特产品，以及甲板门的观光。在礼府千岁的一个加持之下，大家食了平平安安，可以是说来这行行吼，阮这北门地区的一个特色景点，包括阮的金仔角，还是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哈，还是水晶教堂，还是讲来采访到阮的地方的产业，还是吃的我们这特别精心规划的这一个特色料理以虱目鱼为主题的料理，可以说是非常的澎湃啦。所以讲欢迎咱各地的好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哈。今年伫4月13，农历4月13号，提早星期六我们就办一个1000人宴了哈，总共至少应该有100桌哈。那么就是将宗教文化跟地方产业做一个大结合除了我们在地的信徒之外，我们希望对外了哈就是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游客也能到这边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宗教那礼富王爷咱的这个灵验参结合一个嘉南迄个风管处啦甲迄个所有每一单位拢甲民政局、农业局种甲所有的记者先生来甲斗提供这个代志。去年的北门宴一推出，马上就报名额满。今年的3月北门宴是开8道，其中开放40道，予全国各地民众报名。有兴趣的朋友，4月21到4月28期间，会当向公所下询报名资讯，名额有限，卡手就要紧。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迎接旧历3月23、国历4月20的妈祖生，正新花家设计一款花蕊造型的精油纱门，加上乌面妈祖 Q 版设计包装，要来接收，相当喜气。17号特别前往盐埕天后宫来献花，当作奖品，甲信众结缘，丢面温馨。近年来，从事行动科技美容、甲行销以下美容等级产品的池里时尚协会，甲正新花家设计，回想当初因为红叶推广轻洗手所开发的精油泽，一路行来开始应验各种节庆，已经推出800款造型的伴手礼，佮进一步成为产学合作、电商产业以及市民学院的重点课程。嘛，因为春秋港精油泽的制作，成为社区人才培育、获得民众斜杠人生的第2专长。今年迎接农历3月23妈祖圣诞，伊嘛制作一批精油泽来祝贺，特上 Q 版乌面妈祖设计做册包装，相当喜气。因为自从我们疫情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精油皂，就是说，因为你学了之后，你可以自己可以洗手，但用天然的植物精油做皂的话，你再洗脸、洗身体会比较安心。所以我们的精油皂都有经过 SGS 的认证。那我们这次也跟我们天后宫，因为顺着我们这次的妈祖的生日，我们这次跟我们盐城的天后宫主委讲说，我们跟你们结缘，然后送几个精油皂，还有我们一些衣服、马克杯，给我们天后宫他们做一些给信徒做一些结缘。这批花蕊造型的精油泽，伫白山社区发展协会看线，嘛来到盐埕天后宫当作献花奖品，除了恭祝天上圣母圣诞，嘛顺应该宫55年期安庆生庆祝大典，甲信众结缘。这边嘛是咱盐埕天后宫要来重修希望讲大家参与到咱重修的这个活动，以及咱明年咱的55年要建造。咱慈利协会来提供给咱这香皂，精油香皂，要甲大家结缘，来甲妈祖斗相共，妈祖来庇佑着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当芳香疗愈的精油泽，除了互大家静心疏解压力，嘛应下妈祖生成为献礼以及所得。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韩国泡菜不管伫倒一个季节来食，拢非常美味。台南东区有一间韩式泡菜锅业者，店内所使用的泡菜全拢是家己手工制作，希望早予消费者上健康美味的火锅料理。位于台南东区这间韩式泡菜锅，
每天开门营业第一件事就是动手制作泡菜。先将大白菜底部切掉后，接下来就要用手将菜叶撕成一片片，因为如此泡菜口感才会更加爽脆。泡菜就是我来一叶一叶念，往那敲，唔是念规个，再用迄个水落去，再敲安尼样，这烂袂焦着，袂软。啊，辣椒粉较袂脆。撕完的菜叶用盐水清洗，浸泡2小时后，再沥水风干8小时，才能进入最后的腌制阶段。而且苏妈妈的泡菜坚持使用韩国辣椒粉，并加入健康天然的私家秘方，因此也让他们家的泡菜锅1年4季，不管天气冷热，每天都吸引许多饕客上门。酸的，然后也不会过甜，因为有的会过，因为我很喜欢吃泡菜这种豆腐锅，可是觉得其他间雪玉山还差了一点点，对，然后还肉片什么的料都蛮丰富。他们应该是自己腌的，对，自己腌，因为之前有买过那种整罐的，也是他们自己做的，所以味道特别吸感，不会死咸。因为酸是天然的东西发酵的，不是用醋，我们没有醋，所以这是我们的特色。所以用没有防腐剂。阮这袂当放足久。量无讲介济啦吼，因为爱需要2天时间制作嘛。除了韩国泡菜锅受消费者喜爱，店里的咖喱锅也是一绝。苏妈妈不用现成的咖喱块，而是采用咖喱粉以及香料炒制而成，让咖喱的香气更上一层。成败出于细节，也难怪开业22年，始终屹立不摇。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航安鸟翁仔伫今年推出盲盒以及礼盒，目前已经卖出1000多组，销售成绩相当袂歹。也阁有袂少人反映讲，收集到同款的航安鸟将想要交换，因此文化局就甲角落有猫来合作，提供一个交换的平台。不管是趴着的还是倒头睡的航安鸟，每种姿势都相当可爱。文化局推出以来，已经卖出1200多组，但是是以盲盒模式贩售，想收集到5种款式，还可能买到重复的，难免觉得遗憾。因此，文化局选定宠物咖啡厅业者角落有猫，打造交换平台。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角落有猫当做一个交换平台，那只要你需要就来做交换，比如说有1号、2号、3号、4号、5号，你需要1号换3号，或者是4号换5号，我们这边呢都帮你做媒合。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预约电话、联络电话，你先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帮你换几号的这个公仔航安鸟，我们这边就来配对。那如果一有消息，我们马上电话联络你，就可以到这边来，我们做一个免费的服务。文化局特别替5款航安鸟分别取名为小泰、恋恋、甜甜、盼盼和嘟嘟，代表5种不同的心情，在赤坎东街日式宿舍的历史建筑中，让每只猫都成为一种心情的化身。欢迎猫奴们把握机会来交换最心仪的航安鸟公仔。记者苏怀台的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阿妈你好。
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
钢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